中環打工仔食個 lunch 都好貴，小編就揾到呢間主打混醬車仔麵嘅車水堂。大家好，我係車水堂嘅老闆。咁我哋鋪頭呢就有兩種特別嘅醬嘅，呢一種黑色嘅辣醬流傳咗起碼有30年嘅食譜，就係我哋本地香港人兒時食嘅嗰種傳統車仔麵嘅味道，主要係攞嚟調湯底嘅顏色啦，同埋係比較鹹香啲嘅。咁第二隻呢就係魔鬼辣醬，偏紅色紅油多啲嘅，四川麻辣風味多啲，啲人越嚟越食得辣。咁我哋就諗住可能出一個魔鬼辣醬，同時間亦都令到個湯嘅色水呢再靚啲咯，咁就會最夾辣，食得辣嘅客人呢都會用20% 嘅魔鬼辣醬，80% 秘製辣醬，咁就作為一個混醬兩溝。咁我哋係用阿根廷嘅魷魚去做嘅，同坊間嘅水柚係好大分別。個豬皮個蘿蔔頭，我哋係用更多嘅時間去煮嘅。大部分嘅食材都係每日新鮮朝頭早整嘅。個湯呢，其實主要都係用新鮮嘅豬骨，咁啊朝頭早8、9點開始就熬3至4個鐘。咁我哋就特別自己另外再調咗一個四川麻辣醬，就攞嚟去夾我哋嘅小食，牛柏葉啦，同埋呢個岩蓴。